农历春节将要来到，为了让民众重温过去眷村的回忆，甲过年的气氛，宜园林美院特别邀请水高社文化学会共同举办眷村文化美食的活动。对13号开始，将一连3天，伫健康路一段忠烈祠的广场来展开，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到场体验眷村的文化甲美食。在我们水家车文化协会里面，在13、14、15这3天也即将在忠烈祠展开我们练一场的建村年货大街。那现场除了我们的建村美食之外，这是代表性的一些年货的代表性，腊肉啦等等这些一定有的，还有南北货这个糖果饼干这一定有的。但是里面最重要，它有一场就是我们，因为有很多的建村美食已经失传了，甚至已经走进我们一家自家的厨房了哈。那所以这一次的协会长期以来扮演的就是文化的一个传承，所以这一次特别透过活动又邀请的第2代、第3代从爸爸妈妈的手上学到那个建村美食，所以现场有建村美食的一个就是比赛。那我们希望说，建村美食比赛之后，不要变成一个句号，我们必须要有点，就是未来我们相关单位是必须要能够来开课，因为你得奖了，表示你的手艺受到大家认同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活动里面我们看到比较特殊的一点。这届活动除了邀请在地眷村美食店家，有东北功夫菜、小鸡炖蘑菇、正宗的川菜豆瓣鱼、回锅肉。以及河南面食、白饼等。另外14号的开幕式，也佮邀请眷村的第2、3代的子女举办各地美食的观摩比赛，以及描绘家张志强教授甲高龄94岁赖家仁老师现场来写春联，欢迎民众踊跃到场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